Hello，大家好，又係我航叔歐宇航啊。航叔而家身處嘅位置，就係呢個多倫多地區，可以掹車邊叫做多倫多地區嘅咸美頓國際機場啦。咁啊，其實航叔咧，我諗啊2-3年前啊，咁啊都特登走到入嚟 Hamilton 咧，同大家開箱一間當陣時啊都叫做非常之新嘅廉價航空公司。咁只不過咧3-2年間航空公司啊執咗笠啦。咁但係今日咧，航叔特登走翻入嚟 Hamilton 嘅原因咧，就係同大家試坐呢一個 AC2459號嘅航班。嗱，AC 大家知道係加航嘅代碼啦。AC2459咧就將會帶大家由 Hamilton 咧去到呢個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㗎噃。咁啊，大家會問：喂，咸美頓去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使鬼坐加航咩？但係加航咧就特別有呢個服務，係專門咧嚟到接載呢一個嘅咸美頓地區啊，又或者再落少少尼亞加拉瀑布地區嘅乘客咧，過到去呢一個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銜接佢哋全世界各地嘅不同航班㗎噃。咁究竟呢班機點樣玩法嘅咧？即刻同大家入去 check in 開箱先啦，喂！帶各位登上呢架咁特別嘅航班之前呢，都希望各位能夠幫下手訂閱、點讚同埋有興趣嘅話呢，響下邊留言區留言下咯噃。嗱，大家要知道咸美頓機場同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嘅直線距離呢，只係得61公里。自己揸車如果唔塞車嘅話呢，其實唔使1個鐘就到噶啦。咁樣都要開班飛機嚟招呼各位乘客，你估咸美頓真係有好多乘客搭飛機咩？只不過咸美頓機場同埋多倫多以西嘅 Kitchener-Waterloo 機場近年都真係引進咗不少廉價航空進駐。加上 WestJet 其實一直都響咸美頓呢度有直飛航班前往卡加里，廉航 Flair 更加當咗 Kitchener-Waterloo 係佢哋個大本營添。就連 Porter 而家都開設咗咸美頓直飛溫哥華同東岸哈里法斯嘅航線。身為全國航空業界嘅龍頭大阿哥 Air Canada 又點可以冇佢份呢？為咗要更有效發揮多倫多皮爾遜機場嘅樞紐地位，佢哋就採用咗歐洲比較常見嘅陸空協作模式，即係用地面交通配合飛機嚟到接駁一啲短途乘客去到主要機場乘搭飛機，嚟到進一步增強加航響大多倫多咸美頓地區嘅市場佔有率㗎噃。陸空協作模式嘅表表者可以話係德國嘅漢莎航空，佢哋聯同德國鐵路 DB 嘅聯乘計劃，的而且確可以更加有效發揮各自嘅長處，兼且德國好多機場呢更加附設有鐵路站，要接駁到德國以至歐洲甚至世界各地都可以話非常方便。至於我哋多倫多地區呢，高鐵就未知幾時起啊，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就係揾架巴士嚟車晒各位乘客啦。所以自2024年5月開始，加航就喺咸美頓同 Kitchener-Waterloo 兩個機場提供接駁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嘅豪華巴士服務。大家見到呢一架呢，其實唔係員工巴士，而係可以當飛機咁坐，兼且真真正正有航班編號嘅一架豪華巴士嚟㗎。換句說話嚟講，即係大家搭呢架巴士，其實真係可以當搭飛機一樣，同埋最緊要嘅係可以儲埋飛行里數添㗎噃。至於乘搭呢架巴士嘅程序，同你普通搭飛機係咪一樣呢？係咪就咁跳上車就得呢？送機嘅姨媽姑姐又可唔可以黐埋架車一齊上去坐呢？即刻帶大家行入去咸美頓機場大樓，同大家一齊研究下咧。加拿大航空每日由咸美頓同 Kitchener-Waterloo 機場提供6個對開班次來往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最早嗰班車開朝早5點，最晏嗰班開下晝5點50分。大家響買飛嘅時候呢，其實都一早話咗俾你知，呢一架唔係飛機，而係一班巴士嚟噶。只不過各位乘客呢，就唔係就咁企響站頭等車咁簡單噶，而係都需要預先1個鐘頭去到機場嘅登記櫃台 check in 咗，檢查證件同埋將行李過磅等等手續。地勤就會提供你呢班巴士同埋往後其他航班嘅登機證，同一時間亦都會將行李條碼嘅貼紙呢貼埋上去你件行李嗰度，然後呢就需要自己攞翻走噶噃，因為之後呢係需要自己拎上架巴士噶。
嗱，各位乘搭巴士嘅旅客亦都無需要經過安檢入禁區，而係需要去到機場大樓入邊專門俾加航旅客而設嘅等候區嚟到等待巴士㗎。嗱，實情咸美頓機場嘅大樓都幾就真下㗎，不過好在都有間添仔響度，可以買嘢食醫下肚啊嘛。佢哋出發時間大概15分鐘度呢，地勤就會叫大家拎齊行李同埋登機證，行出外邊個巴士站上車噶啦。如果有行李的話呢，司機就會幫手放落巴士底層個行李箱，然後亦都需要掃描埋你今次巴士嗰張登機證呢，先至可以上車。各位送機嘅朋友呢，嚟到呢度就要分別噶啦，因為冇登機證嘅朋友呢係唔上得車，而登機證上面呢亦都有埋座位編號，咁大家上到架巴士呢，對號入座坐低咁就得噶啦。點齊人數，時間啱啱好，基本上同各位搭長途巴士係冇分別噶。嗱，不過呢架巴士就舒適啲噶，咁採用2+1嘅座位配置，同我之前介紹過去大瀑布嗰架豪華巴士可以話一模一樣。嗱，最搞笑嘅一點，如果大家要喺架巴士上邊預先訂位嘅話呢，都同飛機一樣係要額外收費噶噃。嗱，再者行李規定亦都同上飛機嘅要求一致，以免你哋帶多咗行李去到多倫多機場先至發現，唔通叫你喺嗰度抌咗佢咩？成程巴士咧預計行1個鐘頭，如果唔塞車嘅話嚇。嗱，車上設有免費無線上網，又有插蘇俾你叉電。巴士尾部亦都有一個廁所，基本上就係得咁多噶啦。成程巴士亦都冇空姐送上飲品小食，全程俾大家自己欣賞沿路風景嘅啫。嗱，巴士先由咸美頓機場嘅6號公路出發，然後沿住403高速公路一直行到去401，再進入機場1號客運大樓最底層嘅公共交通終點站嗰度落車。咁由於咁啱遇着放工時間啊，所以成程車要坐咗成1個鐘頭15分鐘先至嚟到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噶噃。好啦，到站之後咧，大家需要自己攞晒所有嘅行李上翻去機場大樓嘅離境層。嗱，由於你哋已經有齊晒之後班機嗰張登機證啦，兼且行李亦都貼好晒嗰啲條碼貼紙，基本上你哋只要視乎翻你哋嘅目的地，例如落美國嘅就去美國嗰邊個 check-in counter， 國內線嘅、國際線嘅去翻相應嘅行李接收機器嗰度放低行李，跟手就可以進行安檢入埋禁區，等候一架真真正正嘅飛機咧飛去世界各地噶啦噃。至於倒翻轉頭，各位乘客抵達多倫多嘅時候，又可以點樣銜接翻呢個加航巴士翻去咸美頓或者係 Kitchener-Waterloo 地區呢？嗱，各位嚟自國外嘅航班呢，落機之後照舊清關同攞行李。國內線嘅朋友呢，就直接去行李輸送帶攞翻自己件機艙行李先。嗱，出閘之後呢，就直接搭 lift 落翻去大樓最底層嘅巴士運輸總站。嗱，嗰度呢，亦都有一個加航嘅櫃台，只要同職員報到話你已經嚟到咗啦。咁巴士出發之前15分鐘呢，就會叫乘客上車，情況就同先前介紹咸美頓機場上車可以話係一模一樣噶啦。各位可能又會問啦，我就咁訂由咸美頓或者 Kitchener-Waterloo 來往皮爾遜國際機場嘅加航巴士又得唔得嘅呢？答案呢，原來係唔可以嘅噃。呢個純粹係用嚟接駁飛機而提供嘅巴士服務，所以大家係需要搭飛機先至可以坐得到嘅。就咁齋訂由咸美頓過嚟多倫多機場呢，係唔可以嘅。嗱，至於收費方面呢，其實已經包埋響張機票裏邊噶啦。由於多倫多地區嘅機場係包括埋中央島、咸美頓同埋 Kitchener-Waterloo 機場，所以機票收費同你直接響皮爾遜機場出發咧係冇分別㗎。變相加航係送埋呢程豪華巴士俾各位。嗱，仲有噃，因為呢程巴士咧係當一個個別嘅飛機航班，乘搭呢架巴士仲會有相應嘅飛行里數俾你落袋添。好啦，即係需要大概1個鐘頭多啲啦，咁啊由 Hamilton 國際機場飛到嚟呢一個嘅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咁啊，你話呢程巴士咧就即係一架普通巴士嚟嘅啫，咁啊舒服少少啦。咁啊1個鐘頭亦都話即係坐唔到啲乜嘢嘅。咁啊，但係如果你住響嗰頭，又或者住響 Kitchener-Waterloo 嗰頭，要去皮爾遜機場搭飛機嘅話咧，呢架巴士咧相信都係你哋嘅不二之選。咁啊，非常之方便。最緊要嘅咧就係包埋響張機票入邊，
同埋咧同多倫多出發嘅價錢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咁大家咧如果住喺嗰頭嘅，不妨試下；如果唔係住喺嗰頭嘅，咁啊睇完俾個 like，俾個讚，留翻少少 comment 俾我，咁啊多謝你啦！下一次再見，拜拜。